永春宗師一代郡王鄧奕點解鮮為人知呢？留低珍貴影像，鄧奕細數鄧家永春承傳嘅歷史。永春兩者淵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鄧奕親述又解開咗邊啲謎團呢？傳翻個鄧就嗰個學啊，鄧就咧講學成咗啦，講咁就傳咗過。上世紀40-50年代，唔少南海人因為躲避戰亂嚟到香港謀生。喺嗰個年代，油麻地大德蘭仲係雞鴨批發市場，但係喺呢一個市井之地，當時佢係聚集咗唔少嘅武林高手，其中就有永春宗師葉問同永春宗師鄧奕。永春與永春兩者嘅淵源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更添神秘。祖籍南海小塘橫溪村嘅鄧松柏係鄧奕嘅侄孫，亦都係鄧奕嘅傳人之一。退休之後，鄧松柏沉下心來整理師傅鄧奕交俾佢嘅資料，尋訪鄧家永春嘅承傳淵源。呢個木人樁咧就係我初開始玩拳嗰陣時間，1969年開始做噶啦。咁就係我哥哥，我哋兩個人手做嘅，跟咗大德蘭嗰個樁嘅，即係永春我記得咧將隻手夾埋嗰啲嘅。咁我哋嗰啲手咧比較上係開揚少少嘅咧，所以咧鄧奕佢叫我哋咧就係將佢呢啲就係推開咗，大約每邊1寸到嘅。某種原因之後我就用咗繩吊嘅，因為慳翻啲錢。但係我就發覺係好用好多嘅，即係個樁就有個3維嘅活動空間啦，可以前後上下左右，咁一路都係保存到而家噶啦。當年呢個樁就安咗喺我屋企嘅，即係運動場道嗰度嘅。咁佢就每個星期六晚上嚟喺嗰度教我哋。自從阿八公搬離開咗大德蘭之後，我都冇過嚟啦嘛。7幾年搬出去噶嘛。想做學裁縫啊嘛，咁大德蘭個太子爺咧，阿惠恩咧就同佢講，叫佢不如咁啦，你嚟呢度住，咁就教下拳啦。阿惠恩咧就借咗佢個關係咧，就邀請咗阿朱仲敏啦、阿譚剛啦、羅超媛啦，同埋阿葉問，咁就過嚟呢度，咁聚會啦。成班人一齊咁去玩2下，玩幾下咁咯。但係實際上咧教拳咧就比較少喺度真係教咯。阿惠恩就成日想帶啲人過嚟同佢話比試啊、較量啊咁樣，咁佢就好唔中呢樣嘢噶嘛。如果咁佢成日俾人哋逼去同人哋比武，係違背咗佢自己嘅宗旨噶嘛。咁但係始終寄人籬下啦，咁啊唯有就繼續住咗落去咯。上個世紀50年代之後，永春宗師鄧奕一直喺香港生活，喺油麻地大德蘭更加係經常與葉問等高手切磋武術。憑住祖傳嘅6點半棍，鄧奕被武林中人譽為一代郡王。佢後期一啲咧就去咗阿林家聲個爸爸屋企度教嘅。咁林老先生咧就係同一啲即係戲班啊，或者佢啲朋友去叫佢教咯。嗰陣時佢係50幾歲啦，即係60到70年代中間啦，即係我開始學之前噶啦。咁就喺荃灣嗰度芙蓉山有間廟，即係嗰啲廟嗰度喺度拍嘅。大家睇到嗰套帶咧係有2套帶嘅，一套咧好短嘅，即係天台度光啲頭。嗰套咧就真係佢40幾歲嗰陣時間開始練嗰套咧，就你可以睇到嗰啲勁啊，好緊要嘅。咁但係佢再打呢套嘅時候咧，當然佢嗰個狀態仲係好好嘅，但係經已即係歲月不留人，經已冇另外嗰一套打出嚟嗰種嘅勁咯。咁但係亦都好彩可以睇到用到嗰套咧，就係睇到當年佢比較上年青嗰陣時間嗰套6點半係點樣嘅。心裏邊有一個，我覺得佢咧就有一個懸念嘅，就係佢個仔俾人哋拐咗咧。
咁佢唔希望自己會做到任何壞，即係唔好嘅事，而更加即係令到佢個仔會或者佢啲後代會受到懲罰啦。咁所以佢嘅一路嚟講咧，佢都唔想好公開咁教拳，因為始終即係好似你咁講啦，一公開嘅話咧，人哋一定你唔打咧，你就出唔到名；一打咧，一定會傷人嘅。所以即係呢個就影響到佢其中嘅原因，就係會比較上嚟講係好揀擇，亦都將嗰個套即係佢爸爸教嚟嗰套嘢咧，係收得好埋嘅。嚟講佢基本上就唔係真係為咗錢去教。如果為咗錢嘅話咧，佢會收得好多徒弟，個人嘅生活會好好多。但係佢就純粹就係要將佢爸爸或者嚟講係飛來子傳落嚟嘅咧，係盡量保存嗰個，我哋叫佢一個唔好將佢污蔑咗，而係盡量為咗至善禪師傳落嚟。呢套拳或者呢套棍係為咗保護人，而唔係為咗害人嘅。佢教出嚟嗰啲咧，好多都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嘅。基本上係讀書出身嘅，佢都明白呢樣嘢，因為佢教啲冚唪唥大學生，冚唪唥都係商家佬，咁嗰班人係唔會，即係個成傳會弱好多啊！佢自己覺得佢個人係非常之咁正直嘅，如果話唔會教嘅，咁但係非常正直嗰班咧就係比較少出嚟教拳啦，尤其當個年代啦。喺1979年至1980年間，鄧奕將詠春嘅淵源、父親鄧算習武以及喺香港授徒嘅事蹟口述，並且讓徒弟鄺澤昌、陳海旋以錄音記錄，並且拍下咗詠春樁拳以及6點半棍法嘅示範，有意識咁要喺有生之年將詠春嘅武藝精髓保存落去。咁嗰套咧就係後期一啲就係彩色嘅。咁當然嗰套咧就大家會覺得咧，佢因為年紀大啦，就係冇之前黑白嗰套嗰啲勁啦。80幾歲，好有個意識係將佢祖傳留低嘅嘢咧係留翻落嚟嘅。咁佢亦都同我講就話幫佢保存住佢啦。咁就係亦都真係好好彩咧，我哋就係有晒所有嗰啲錄影。咁即係話佢即係鄧家嘅6點半棍套拳樁會真係好真實咁留低晒落嚟啦。咁所以佢係驚住佢嗰套棍啊套拳咧係會消失咗嘅。咁佢自己覺得就係呢個罪行嚟嘅，因為爸爸教俾佢嘅，所以佢哋希望將嗰啲影像啦、歷史啦，亦就從個攝影啦、文口述啦同埋文字咧，就盡量留翻低佢落嚟，等我哋可以後世有興趣嘅，最少嚟講都有個基礎去學。佢嘅一生都係希望將爸爸交落俾佢啲承傳落去嘅。一方面呢個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嘅，另一方面就係話係對佢嘅一個責任感。嗰個起源嗰度咧，係啦，一個鄧本學到嗰個至善嘢咧，因為鄧本喺清遠元潭咧就做生意嘅，咁咧就因為咧。知道咧有個咧和尚咧就係冇功夫喺飛來寺，咁隻鄧本咧就會學到至善嘢嘅。學咗幾耐啊佢？啊？學咗幾耐啊？我有3年。至善禪師話俾鄧本知，佢所傳授嘅
並非係傳統嘅少林功夫，而係佢特別為身材矮小嘅南方人而琢磨出嚟嘅武術，使佢哋能夠抵抗嚟自北方身形彪悍嘅朝廷追兵。呢一套拳術講求以技巧勝力，係一種近身智慧術。智善曾居於少林永春殿，就命名為永春拳。喺個鄧本咧就喺清遠飛來寺咧就學智善嘅。嗰個學智善咧咁，嗰個智善咧嗰個時間咧就已經又要離開飛來寺啦。佢就話過就鄧本聽，到現在咧佢話嗰個義體咧同埋華寶咧就重遊過我嘅咁樣。佢話你必須咧要揾佢聯絡下咁，即係我咧唔喺度住啦。一個之前離開飛來寺咧，咁啊鄧本咧有一個時間咧就揾個義體嚟即係研究。嗰個義體咧咁就學一套嘅嘢咧，亦與一個鄧本咧有多少嘅出入。棍與拳，棍與樁，咁啊有少少出入嘅。就鄧本咧，亦即係研究埋佢，即係研究埋佢咧。嗰個鄧本咧，佢話收尾咧就傳咧，研究到華寶與一個義體嘅時候咧，就收尾傳翻我，咁啊傳翻我一個鄧就。嗰個學啊鄧就咧咁學成咗啦，咁就傳咗個鄧算咧，咁啊鄧算咧就學到啦，咁學到咧就咁啊一套咧就6點半。一套就永春拳，咪一套永春樁，咁就嗰三套嘢。嗰套棍法咧，我伯姐咧，就以一個義體同埋鄧本咧相合，棍法就學走馬同嘅，棍雙就學法噶嘛。咁啊，紹興周盤樁，咁就。咁啊，收尾日總直學out佢後咧，咁紹興咧就整到新莊拳，就新莊拳咧就將嗰個雙功嚟啊加多減少嘅，佢啲係算聰明啊嚇。係。早喺上世紀70年代，香港新武俠雜誌刊出名為《永春棍王》嘅文章，指出佛山永春拳與詠春拳同源異流。鄧奕嘅口述印證咗呢個觀點。呢份呢就係新武俠，新武俠喺1971年，好似1971年嗰陣時間嗰篇關於鄧奕嘅文章，即係可以咁講法，佢喺運動場度嗰段時間就係佢即係最後喺香港嘅時間，亦都係佢真係叫做最開心嘅時間咧，因為有佢自己嘅屋企咯，即係佢自己可以喺嗰度安居樂業啦。冇用㗎，咁你話就要保存咯，冇辦法就係話喺度保護自己啊嘛。我都話啦，我老豆冇錢證券，我淨係啲嘢玩我幾好嘅，又穩定得，又去揾得到食嗰個小侄仔就教啊，一起教嘅已經一路傳得到啦。你哋唔好貴係嘛，冇貴㗎。因為種種嘅原因，鄧奕至今仍然鮮為人知。佢研習嘅6點半棍甚少喺公開場合展示，亦都不為其他永春拳師所習。有嘅，因為佢好出名啦，即係當年大家都叫做棍王，但係成套棍係點係好少人知嘅，除咗佢班入室弟子之外，冇乜人知嘅。咁而當年我亦都有少少心理嘅壓力嘅，因為鄺澤昌師兄咧，佢係保存得最好嗰啲嘢，但係佢移咗民加拿大咧，就一次撞車死咗，50零歲到已經死咗啦。咁即係啲嘢就冇晒啦。咁但係好彩，即係呢個亦都可以咁講，注定咧上天注定咧就係我有晒錄影喺度。如果唔係咧，就亦都係真係全部會喪失晒嘅。珍貴嘅影像資料喺2013年首度公開，引起咗唔少武術愛好者嘅關注。因為呢套片入邊鄧奕玩棍嗰種玩出嚟嗰種功力咧，係一睇見你已經係嘆為觀止。因為玩棍嗰種功力係將一條好硬嘅木棍係玩到一條藤條咁樣，
即係呢種功力咧，喺武術界咧係好難見到嘅。同年代咧，就喺香港就好大一班南海師傅喺度教功夫，包括葉問都係同期嘅。佢玩出嚟呢啲棍法咧，同行都尊稱佢做棍王。鄧奕佢鄉下咧係小塘，但係一路嚟咧都唔知道佢係住邊度嘅。咁後來咧就係通過好多朋友介紹咧，就識到鄧松柏師傅。咁鄧松柏師傅咧就話佢哋鄉下就係小塘橫溪村。呢個係鄧就嘅屋，最清楚啦。鄧本鄧就都喺度住過。鄧奕喺度住嘅時候咧，佢件裝就裝喺裏面嘅，冇嘢裝就擺喺度。詠春拳咁就比較歷史又悠久係咪？咁我覺得如果將我發揚光大，即係對我哋小塘好，乜我哋南海都好啦，係咪？飛來寺傳出咗呢套功夫之後咧，喺橫溪村係第5代。搜尋咁多家門派之中咧，橫溪村呢個歷史咧係最詳盡嘅，亦係最真實嘅。即係由佢邊代人到邊個人喺橫溪村係揾到佢有佢嘅後人都喺度嘅故居度仲喺度，呢個係好少有嘅。呢啲功夫喺呢度家陣咁式微咧，真係好可惜嘅。詠春源自飛來寺智禪禪師，然而鄧松柏嘅尋訪卻得唔到答案。2018年年初，譚傑雄繼續嚟到飛來寺訪查，終於揾到咗線索。佢哋又真係查到喺100幾年前有鐵汁塘呢個歷史，咁又成件事就咁樣上嚟，係揾到呢個蹤跡嘅。佢哋發覺到原來飛來寺係有咁嘅歷史淵源嘅，咁加埋同埋我哋嗰個詠春派嗰個故事，嗰個咁嘅歷史故事咧，就發覺到係好吻合嘅。喺國內基本就係只係我哋橫溪村嗰度係有傳承落嚟嘅啫，其他都未有過嘅。棍莊咧係橫溪村只此一家。當年鄧奕就留低咗圖紙，同埋當年係拍咗視頻。我哋根據圖紙同埋視頻就複製翻呢套棍莊出嚟，再送翻上飛來寺。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原本個木人樁同棍樁係由飛來寺出去嘅，咁經過咗一個好長好長嘅時間，即係160年啦，咁就翻嚟佢嘅家鄉度嘅。棍王之棍，祖師爺都棍。係啊。2018年12月1號，詠春宗師鄧奕嘅侄孫鄧松柏向佛山市體育局捐贈包括鄧奕本人使用嘅金筆木6點半棍同雙頭棍、棍譜及拳譜、跌打醫方手稿等10件武術傳承珍貴物品。我而家手揸呢一份呢，就係當年鄧奕自己本身佢自己手抄嘅，寫咗好多棍嘅棍譜同埋棍法，基本上有啲好重要嘅資料都喺晒呢度噶啦。呢啲棍呢，就係香港棍王鄧奕喺香港嗰陣時間用嘅，咁就係喺1960年代咁喺香港做嘅。原本啲木咧就係由香港一位好出名嘅粵劇名伶林家聲先生個爸爸幫鄧奕喺印尼嗰邊咧就訂啲木材翻嚟，做咗大約10支左右啦。咁就啲木就金筆木。喺儀式現場，佛山市體育局群體科科長方斌武接受捐贈，並且為鄧松柏頒發捐贈證書。一個諗法就係將佛山師傅用過嘅武術用品，佢哋嘅手稿都帶翻嚟佛山，好似俾啲文物係回家嘅感覺。擺喺博物館，多啲人睇，多啲人知。就算我交俾第二傳人，佢哋可以保存，嗰個係失去咗個意義啦。咁喺佢嚟講，就係套詠春拳、棍同埋樁咧，係最重要嘅。即係以一個武者嚟講，當然就係佢會對嗰個武術嘅熱誠、個熱愛，同埋對我哋嚟講就係話點樣去對人對事，最緊要就係話全乎一心。